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3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沪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沪市虽然跌了，但是也不全是坏消息市场全天是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小幅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23%，深成指跌0.17%，创业板跌0.58%，两市跌多涨少，市场热点比较杂乱。尾盘部分高位股大幅回落，就是有这个熄火的现象。今天的好消息呢，是它的两市成交额又回到了1.5万亿上方现在是1.68万亿，比昨天那个交易日多了2000亿。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个相比较今天沪盘就更加吃力。昨天在外盘都是暴跌的情况下，只有沪市万花丛中叫一点红不能说一点绿万绿丛中一点红，风景此处多好有网友说东升西降从此已经诞生了。昨天节目我也说了这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收盘以后各种小作文就出来了各种传言就是半真半假。什么传言呢？说公募机构窗口指导下午2点半以后统一买入，不知道真假。但是你要从尾盘那种稳健对吧，一鼓作气，不拉到这个翻红誓不罢休，这个决心之大，对吧？再从这个涨的板块来看什么数据中心、白酒、银行、保险、证券、券商，对吧，都在上涨，深深的把指数顶至红盘。所以从这个操作手法看那显然是然后这个稀土股一直没怎么涨资金进入稀土股，给人感觉是从高位股又进入低位股这种切换的感觉。这是昨天尾盘有很多传言，为什么尾盘好好的这么一股玩命的拉呢？这难道仅仅是想体现一下这个东升西降？难道是仅仅想寒碜一下这个董王，对吧？展示咱们的决心，展示美国一天天的坏下去了，一天天的烂下去，咱们一天天的好起来昨天我也说了你这种如果是操纵的话，它没有办法持久。证券时报报道他说3月10号美股重挫之后美股不跌的言论至少暂停了。美国花旗银行在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预计美国的增长势头将低于全球其他地区。多位接受采访的券商首席分析师都表示，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企业基本层面，美股都将面临直接的挑战。美国经济的下行风险正在不断加大，而美国科技巨头在中国产业链的崛起下也遭遇了更大的挑战，美股可能呈现趋势性下行。与此同时，更多机构开始将目光转向 A 股市场。这个是花旗银行的一些个说法现在外资说看好中国资产。关于这个美股的说法，我们再看看几个大佬是怎么说的。首先这个有一个投资大佬叫段永平媒体报道说这个段永平称很少享受空仓的快感，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段永平对媒体说他已经空仓美股了，享受空仓的快感。股民纷纷表示信他个鬼。确实我昨天节目我就说了，有很多人所谓的成功学专家那个股市一涨他是满仓，股市一跌他说他减仓了已经空仓。也不知道这么吹有什么意思，误导这个金融消费者，误导很多小散小白以为炒股好容易你看看这多刺激对吧？一涨他都是满仓的，这挣多少钱呢？一跌他空仓了。所以很多这个小散户就特别容易被他带偏，被他灌输这种理念就觉得炒股很简单结果纷纷入市最后成了韭菜，被人割。很多人就喜欢听这样的宣传，对吧？对于段永平的空仓很多网友说信他个鬼，大涨的时候他在，大跌他就空仓了，说最近他破防了，感觉心态不是很好。还有网友指出他此前卖出了110美元的行权价的英伟达，说已经触发行权。如果属实，段永平目前处于浮亏状态。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不信成了金融消费者，你少看这些成功学专家说鼓吹自己在股市赚了多少钱的，你不如多听一听那些赔钱的心路历程。你听这些所谓赚钱的，十有八九是他是杜撰的骗子。即使个别的真的是赚钱的，那他那个成功你也
复制不了，只会误导你。还有个我要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人呢，他为什么拼命的吹自己在股市赚了钱？某种程度上啊，这我不点名，我只是说啊，他拼命的吹股市赚钱，是为了掩盖他那个巨额财富来历不明，对吧？他解释不清楚，他也不敢解释，所以只好说我炒股赚的。哎，你说你把那交割单拿出来，税务局查你，哎，他说我炒美股，你查去吧。在新加坡炒股，你上哪儿说理去？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东方港湾的这私募基金但斌，昨天但斌啊在朋友圈里面反思说美股大跌啊，他这个东方港湾旗下的基金啊还是有很大损失啊。但斌他管理的这个基金损失到底有多少呢？当然他自己没有公布啊，很多这个好事的网友啊就在那儿估算说但斌到底亏损多少。截至3月11日美股盘前数据说，1月7日至今英伟达跌了30%，今年整体跌幅20.34%。然后但斌第二大持仓的这个亏损啊，可能来自一个老代码。退市前2025年跌10%，退市后新代码暴跌44%，也就是说啊，他在这一只股票上第二大持仓股啊跌了50%，剩下的还其他的微软、苹果、谷歌啊都跌了10%到20%，也就是啊，大家就可以知道，哎，但斌他的东方港湾旗下几只重仓股，那有人测算他这个基金啊，整个的恐怕回撤在13%以上。一只基金啊赚13%很难，但是你看它回撤多厉害吧？就实际上这个就告诉我们，即便是美股，它也不是说稳赚不赔，就坐在那赚钱，对吧？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你也是跑不了，对吧？我想有几个啊说炒美股现在空仓的，正像段永平所说的，哎，他空仓了。我们再看啊，这个新浪证券报道的这个基金的乱象啊，他说博时基金吹捧的5大女神集体翻车，基民惨遭收割。这文章挺长，我简单的说一下。他说，曾几何时啊，博时基金的女基金经理们凭借着过往亮丽业绩，被基民称为公募女神，但随着市场的起起伏伏，如今却成了基民吐槽的对象，甚至被戏称为牛夫人。行情好的时候，赚钱的时候，那都是小甜甜啊，都是女神啊。现在把基民的钱亏了，所以就变成牛夫人。万德数据显示啊，博时基金旗下共有106位基金经理，其中19位为女性基金经理，占比接近18%。巴菲特曾说啊，女性是天生的投资者，她们通常性格更为谨慎、细腻，风险控制能力较强，在长线投资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也有人认为啊，女性在投资决策上可能偏保守，且容易受情绪影响，在市场剧烈波动时可能难以迅速调整策略。但无论市场如何争论，公募基金行业最终还是要靠业绩说话。这个对你谁能为基民实实在在带来利润，对吧？谁就是厉害。这个其中啊，这个博时基金的一个女基金经理叫万琼啊，曾经是指数投资的老将，却难逃滑铁卢。最惨的单属博时恒生医疗保健 ETF。博时恒生医疗保健 ETF 这支基金成立于2021年3月18日，赶上了医疗板块的大幅回撤，受医药行业整体下行的影响，该基金成立至今收益率已经跌到了54%，不过啊是负的，也就是你投了1万块钱，现在还剩4600，大概这个样子啊，这就是腰斩，哎，还要惨，直接在同类产品中排名倒数第一。博时基金啊吹捧的5大女神集体翻车，基民惨遭收割啊。当然了，我们说女性对吧，这个基金经理这个有失偏颇啊，这个恐怕是一个偶然现象啊，就是有好事者喜欢这么统计。实际上这个博时基金一共有106名基金经理，女性才占18%，也就是说啊，这博时基金亏损也不全是这女性基金经理带来的，这反映的是基金行业的问题。当初吹的有多厉害，现在翻车就有多惨，是这个意思。当初可能没少吹这5名基金经理女神，他们的业绩好亮眼，当初吹的厉害，现在就摔的厉害，对吧？这个基金的乱象啊，我在以前节目一直说，对吧？我啊特别提倡啊，就是这个胡适啊，这些金融消费者啊，这些赌徒最好越少越好，让他们远离市场，对吧？这个啊，恐怕只有30%的人是合格的投资者，就是他实际上他的能力各方面不比这个基金啊，不比机构差，他只是资金量少一点。那这种散户有啊，对吧？然后这种散户不会太多，20-30%就够了，剩下的散户不要让他直接参与市场，那凭什么呢？对吧？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参与呢？所以只有让市场狠狠的教育他，让他血亏，让他知难而退，知
知道这个市场不是他能玩的，不是他炒东南西北东发白，不是他炒七个葫芦娃，炒什么川大智胜就能赚钱，你那个都是去送钱的，知难而退。但是那个大家有想要投资，对吧？想要从资本市场获取一个稳定的收益，那怎么办呢？那就让他们去买基金，成为基民，对吧？由机构之间互相博弈。但问题是啊，咱们要说回来，我们现在的机构这些基金问题重重啊，实际上他们也是大散户，机构散户基金啊，作为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对吧？承接这些赌徒啊，这些不适合在资本市场直接搏杀的这些金融消费者，那只能靠基金啊。但是我们基金自身就有问题。我们看看啊，这个刘继鹏老师啊，他认为啊，胡适要想上4000点，对这个基金管理公司的改革整顿啊，势在必行。大家看视频啊。我最近参加了一次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内部研讨，大家对今年的股市行情判断总体看认为大盘已经走出了3000点的被动行情，今年应该有向好的趋势，但是问题也是不少的。要想让大盘真正能够跃上4000点，大家争议的几个问题必须得逐一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基金管理公司的问题。众所周知，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基金的助力，不管是一级市场的私募股权，也就是 PEVC 这样的基金，还是二级市场的公募和私募的基金，都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主力军。由于近10几年以来，中国的股市在3000点徘徊，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对基金管理公司大家看到的旱涝保收的收费制度是争议比较大的。大盘行情的低迷对基金管理公司收费旱涝保收，不管股民怎么亏，他们是按照所管理的资金收取固定费用。从早期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收取 2.8% 的固定的费率，到现在基本上已经降到了 1% 到 1.2%， 但是收费方式就是按照固定取费比率收取所管理资金数额的管理费。这次吴清主席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也谈到了要改革基金管理公司的收费制度，这个收费制度应该如何改？现在我们的基金管理公司大概一共是163家，其中公募基金的管理公司是148家，具有公募基金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是15家，合计是163家。发行在外的公募基金是12000只，管理的基金总额是32万亿。如何改革其收费制度？不是要降低基金管理人和销售管理渠道的积极性，改变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渠道赚钱，但基金的基民却赔钱的现状。所以如果单一的固定收费制度一味的下降，是达不到双赢的效果的。因此我建议基金管理公司的收费制度改革应该从固定费率制变成固定费率加浮动收益制度。也就是说，基金管理公司现在的固定收费制度是 1% 到 1.2%， 可以进一步下降到 0.8%， 然后允许每年基金管理公司在良好收益的背景下计算收益的部分，再收取浮动收益，就像私募基金收费一样。固定费率等于保你的人吃马喂的基本费用，要想拿到激励的奖金，就应该从为基民创造更好的收益来获取。当然这个制度怎么改，细节我们还可以讨论，但是每年要有一个基金管理公司的预收益制度，不能说金融机构每年的盈利预测都是随意性的，完全是靠天吃饭的，应该有一个提出的预测的表决通过之后，在预测的利润指标内就只取固定的费率 0.8% 或者1%，如果超出预测部分实现的利润，则应该获取浮动的收益率。例如你超过预测 10% 以内的浮动费率可以收 5%， 超过预测部分 10% 到20% 的部分可以收 10%， 而超过预测部分 20% 到30% 的部分可以收 20%， 以此类推，调动基金管理者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基民也拿到了基本收益的背景下，
又能够拿到在浮动利润当中的绝大多数，这就有力地调动了基金管理公司的积极性。当然，这里提到的具体费率，大家是可以具体探讨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中是离不开基金的发展的。在注册制背景下，我们要克服一股独大的大股东，要在它上市前把它一股独大的股份把它削减下来，卖给私募股权基金。而在二级市场上，我们今后培育机构投资人是个方向，都要靠基金。因此，好的基金的收费制度，把基金培养成中国资本市场的主力是至关重要的。假设啊，基金公司通过自己的能力、管理水平，它能赚钱，能为散户、能为基民带来稳定的收益，比银行的存款利息要高。那你说谁不会去买基金呢？对吧？风险很小吧？也不能说没有，非常小。这个就体现出你基金管理公司的水平啊。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不愿意买基金呢？对吧？一个是你看看刚才那个博时基金，一回撤就是50%啊。那合着我自己买，我自己炒赔50%，我认了，我水平不行。但是我买了基金，这个基金你们这专业人士赔的比我还狠，完了你还收我管理费，对吧？这个连胡一进老师都受不了啊！胡一进老师都好几次是不是抱怨呢？基金管理公司旱涝保收，对吧？基金管理公司那些经理收入都是让人眼红啊！就不论他的基金管理水平怎么样，赚没赚钱，人家年薪几百万到手，这显然不合理啊！但是要怎么改，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就是说，只要人的心歪了，你怎么改都没用，你还能拦着人家赚钱吗？对吧？如果管理费你不让他赚够，你让他相当于不拿工资，那他一定会，对吧？把你这个基金啊当做一个人家游资，当做人家庄股的接盘工具，人家高位站岗去，赔就多赔一点，反正我也拿不到钱，然后好处从那个游资那儿拿，你能把它怎么样？你怎么管控，对吧？等你不让他干，人家已经赚饱了，盆满钵满，对吧？也润到国外去了。也就是说，只要他心是歪的，你是没有办法。我说的这是简单的，就是粗暴的办法。那如果一些巧妙的办法呢，对吧？那就是这个基金公司疯狂的发新基金，然后就推高自己重仓的几只股票，造成虚假业绩吗？你因为股价涨了吗？收益高了吗？那是不是我就多分呢？我提成多拿，没毛病吧？实际上好多那个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就是这么堆出来的，发新基金，对吧？就去推高股价，老基金在里面赚得盆满钵满，完了之后大家分红，等到推不动了，一地鸡毛，对吧？股价暴跌，那没关系啊，反正我前面已经赚了，你那还让我退什么？别的基金赚钱了，对吧？我只是举这样的例子，就告诉你是防不胜防，只要他心歪了。我们看看胡一进老师啊，这个胡一进老师啊，昨天在美股暴跌之后啊，一改常态。胡一进老师已经有，对吧，半年的，自从他复出以后啊，对吧，解禁以后啊，他好像就谈过一次股市，然后就闭口不谈，天天为俄跌洗地啊。昨天啊，恐怕是抑制不住啊那个激动的心情，发了一个关于胡适的微博小作文。他说，美股周一暴跌之后 ，A 股今天尾盘强劲翻红，这在过去很难想象，了不起，今天是里程碑 ，A 股展现的这种独立定价权至关重要。你看看啊，它这个已经上升到咱们中国资产的独立定价权了，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定义的啊。然后他下面说，老胡还记得去年很多人哀叹还中国牛市贷，还有人抢购日本基金，那时股市还流行一个词 ABC Anything but China， 也就是中国之外的都可以买。他说希望我们在真正经历一个社会信心的转折点。你看看啊，就是这些人他们敏感点非常多，就稍微弄一下他就能高潮，对吧？一个美股跌了，然后胡适他没跟着跌啊，这一下就是清场是遥遥领先了，信心有了啊。那今天这个微跌，我不知道胡金老师又怎么说？难道是为了整固信心吗？咱们先不说这个特朗普、马斯克，对吧？在美国搞的这些事情，对吧？关税、贸易战，然后也得罪盟友，这一套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组合拳，对这个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啊，就是美股涨了这么多，它如果这个时候回调，是不是也是情理之中啊？就是毕竟它涨了这么多了，对吧？好像这个俄乌战争啊爆发之后，它一直在涨，我的印象中啊，对吧？涨了3年了，人家回调一下，这也属正常，至于这个这么激动吗？然后这个胡适，对不对？你胡适说不好听点，你还没有偏离那个3000点太远，对吧？这3000点是咱们的一个稳定轴啊。那你也只在3000点上面10%嘛，能顶多少天还不知道，怎么就开始笑话去美股了呢？然后就找到信心了呢？就不太好理解啊。这个反而说明啊，就是太缺信心，就是一种自卑啊。你这个自卑的人总是在想找自己长处嘛，他不能一个平常心去看，对吧？稍微一点小成就，马上你看看我们厉害了啊，他们不行了，就是美的啊，一天天的坏下去了，烂下去，咱们是一天天的好起来。关于美股啊，我在会员节目里面会再多说一些我对美股的看法，这里就不多说了啊。
这里咱们主要是聊胡适啊，要是让胡适走好，对吧？那个是个系统工程，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你很难说让胡适走好，彻底的走好。胡适不能走好，那对于我们金融消费者来说啊，他就没有参与价值，也就是说啊，风险太大，你赚不到钱，大概率是要赔钱。就不管他怎么走，他就是走所谓的牛市，你也还是赔钱啊，这就是我的观点。何况他如果要下跌，那你更得赔钱。有很多人呢，你就说10000遍他也听不懂，然后他关心的就是你是不是踏空了，就是明天只要涨5个点，他就认为你踏空了，对吧？这个简直是对牛弹琴。即便美股啊，对吧？咱们说的10年长牛，那也不代表人人都能赚钱，对吧？你春节进去的，恐怕现在都是在赔钱吧？这个就说明炒股它不是说啊保赚不赔，对吧？在一个相对健康的市场，你都不一定能赚到钱。那你说在一个猴市，对吧？零和博弈的市场，在一个对吧很多资金都必须稳赚不赔的这个市场，你还想赚钱？你忘了自己的身份，对吧？你是来买单的，如果不是让你来买单，你恐怕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这么一说，好多人又不高兴了，对吧？好好掂量自己，如果你不是来买单的，你有资格来忽视吗？对吧？开户你就开不了，对吧？记住了自己消费者这个角色。胡锡进老师也是消费者啊，虽然这最近啊赚了一点钱，但是如果他不套现离场，那迟早要还回去，而且还得加上利息，又得后悔啊。这个电梯是一趟一趟的坐啊。胡锡进老师啊，他这2天没有再为俄爹啊洗地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呢，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的，就非常蹊跷啊。就这条报道啊，说俄外长拉夫罗夫谈俄中关系，俄外长拉夫罗夫就俄中关系表示啊，双边关系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制裁所导致的。你看看啊，怎么俄爹突然说跟咱们关系有困难呢？这太让人震惊了。俄爹对我们不是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吗？胡锡进老师前几天还拍胸脯啊，担保俄爹是不会啊背刺咱们，就我们和俄爹那是互信互惠互利。那俄爹的外长居然说，哎，咱们的关系啊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制裁所导致。然后拉夫罗夫又说啊，西伯利亚几个具有前瞻性的物流基础设施项目被推迟，但我们并不着急。什么意思啊？给人感觉俄爹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还记得吧？咱们跟俄罗斯签的好多协议，什么远东大开发，这个拉夫罗夫说啊，西伯利亚几个具有前瞻性物流基础设施项目被推迟。他有没有说什么原因推迟的？没有啊。但是他说我们不着急，也就是俄罗斯不着急，那谁着急啊？那俄爹的意思，那可是大国着急啊，这个理解不了啊。这俄爹刚把美国大腿抱上，还没抱瓷实啊，刚要抱上，这立马就开始，对吧？这边的西伯利亚的这个物流项目基础设施有修路呗，先停一停，你看看。然后最后拉夫罗夫说啊，俄罗斯绝不会违反与中方在法律和政治上所应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我们啊跟着合同来的啊，我不会这个违约。联想到这个叙利亚，对吧？那个沿海省份发生了暴乱，在那个巴基斯坦俾路支解放军，我们的巴铁啊，那是这个大家都懂吧？跟巴铁作对，那不就是跟大国作对吗？那是谁在那整事啊，对吧？然后缅甸立马给这个俄爹，对吧？给这个普京啊送大象，搞核电站，绍伊古又到，对吧？这个马来西亚吧，哎，这边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这些前瞻性的物流基础设施先停下。你说说，这俄爹气还没喘匀呢，一套组合拳已经打完了，不知道胡锡进老师作何感想？俄爹跟咱们签了一个铁路啊，那是叫什么同江铁路吧，还叫什么铁路？修了20年，还是因为他侵略乌克兰，没有办法，抓紧时间抢修把它修通，修了20年。我们这边早就修通了。这个俄爹做事啊，让胡锡进这样的头部黄鹅啊，有的时候洗起来啊都吃力啊，叼起盘子来都费劲，闪了老腰啊。不能怪胡锡进老师啊，这个技艺不精，要怪只能怪普京啊，这个扔盘子的角度太刁钻。这友谊的小船啊，说翻就要翻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